那今天呢，就是应该大家都有收到这个名相的解释。那我们先来讲述一下，就是前面这几个词。那第一个呢，就是身所依；第二个呢是心所依；第三个苦地；第四个极地。那第五个佛圣者呢，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做解释呢？那因为是一切有部的缘故，所以在一切有部呢，特别把佛圣者拿出来做解释。那到了其他商部中的时候呢，就不需要特别做解释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第六个呢，就是以离贪欲而断除；那第七个呢，就是以断所胜而断除；第八个呢，就是以世间道而断除；第九个呢，是以无漏道而断除；第十个呢，是以出世间道而断除；第11个呢，是以出境上道而断除。所以第六个到第11个之间呢，最主要呢就讲到说，我们断除这个所断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呢来断除所断。那接下来呢，第12个就是有漏，13个呢是无漏。那第14个呢，就是以对治力而断除呢。那第14个可以把它移到就是上面去，就是断所断的那个地方呢，可以把它移上去。那第15个呢，就讲到是经。那第16个呢是大乘的经藏。第17个是佛语，那第18个是不了义经，第19个呢是了义经。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解释这些名相。那等到大家对于说名相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进到正文的时候呢，那就可以比较着重在说，就是每一个词跟每一个词之间，或是内文之间呢，他们彼此连结的这个关系。那就是在解释名词的时候呢，大家就尽量呢，就是去了解这个名字呢，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不用特别呢去思维到说，就是这个名字跟那一个名之间呢，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主要呢，先着重在这个名相的这个解释。那等到之后呢，我们开始在解释课文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对于名相呢就已经有了解之后，那这个时候所要专注的地方呢，就在说每一个前后文之间彼此的关系，以及这个词和这个词之间为什么在这边是用这个词，然后这两个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最主要就是了解到说前后文意的这个关系，所以透过这种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到正文的时候呢，就能够更了解到说它的前后的文意呢，到底是在讲述什么。那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身所依。那身所依，它就最主要呢是出现在我们上一堂课呢有讲述到，是在第6页，就是倒数第2行这边，就是因为就是佛陀的色蕴呢，与成佛以前的加行道菩萨的身所依呢是同一事。那我们现在所用到的这个身所依呢，最主要呢指的就是身体。就是讲到说佛陀呢，他成佛的这个身体呢，和他在加行道位菩萨的这个身体呢，是同一个身体。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身所依的时候呢，是指说身体。但是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身所依的时候呢，最主要呢是指的说这个补特伽罗。因为呢，像是我们在讲述到学到现观的时候呢，在讲述到无论说像是大乘发心也好，或讲述到说资粮道、加行道，或是圣摩他，那在讲到发心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发心的身所依、心所依，资粮道的身所依、心所依，或者说圣摩他的身所依、心所依。那后面呢，在讲述到身所依跟心所依的时候呢，最主要就讲说补特伽罗，就是所依的这个补特伽罗。讲说发心的身所依是谁呢？也就是说能够发心的补特伽罗有哪一些呢？那我们会讲到说，能够升起发心、大乘发心的这个补特伽罗呢，那在六道有情里面，除了就是四大洲里面的就是北俱泸州的人无法升起菩提心之外呢，那其他的六道有情都能够升起。所以在现观里面讲到的身所依跟心所依的时候呢，那时候的身所依主要指的是补特伽罗。那我们再举一个就是让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比如说呢，心绪之中呢已经升起了大悲心，那快要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有情，那在经典里面就会讲到说，就是在经论里面呢就会提到说呢，这个心绪之中具备大悲心，然后呢还没升起菩提心这个有情呢，这个补特伽罗呢，它本身呢就是大乘发心的
身所依。就比方说这个有情呢，他已经快要升起了菩提心，所以他是大乘发心的身所依。或者说呢，我们要说见道的身所依是什么呢？见道的身所依呢，就是加行道呢是第一法，已经在加行道是第一法的上品的，就是他即刻要进入到见道位的这个补特伽罗，所以在加行道是第一法的这个行者呢，他就是见道位的身所依。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呢，身所依他所讲的呢，就是指补特伽罗。那不过呢，我们现在就是在教材里面呢，就是中译教材里面第6页倒数第2行这边呢，所讲到说，就是以前加行到位菩萨的身所依在同一世呢，他这边所指的呢，就是指说同一世同一个身体。所以在这里是身体来做解释。那身所依就是像刚刚所讲述的，就是它很重要，因为呢，像是在现观还是在中观的时候呢，都会再提到身所依以及心所依，所以身所依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所以呢，就是凡述在讲述菩提心的这些论点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讲述菩提心之前呢，他一定会先讲到说呢，菩提心的身所依，然后呢，菩提心的心所依，然后才讲菩提心的体性，然后才会讲说菩提心它的分类，以及呢，最后才会讲到说，菩提心它的利益是什么。所以一开始呢，他会讲到菩提心的身所依，那最主要就讲到说哪一种有情呢，它在心绪之中能够升起菩提心，就是能够最初能够升起菩提心的这些补特伽罗呢，到底是哪一些补特伽罗？所以会先讲述到身所依。那这个我们在讲到身所依的时候呢，那就一定呢会提到就是心所依。那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身所依的时候，就讲说就是能够升起这个了知或是具备这种功德的补特伽罗。所以在这边所讲身所依呢，跟我们在课文里面所讲的说第6页这个加行道菩萨位身所依在同一世的身所依呢，所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所以既然会讲到身所依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提到心所依。所以通常呢，身所依跟心所依呢是一起在做解释的。那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什么叫做身所依呢？就是心绪之中呢，堪能升起发心的这个补特伽罗呢，就是能够作为发心的身所依。那既然有了身所依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心所依。那什么是心所依呢？就是既然这个补特伽罗它能够最初发起菩提心，那它到底是哪一种了知呢？能够转为菩提心的这个体性呢？所以能够转为菩提心体性的这个了知呢，它就是菩提心的心所依。那如果再用比较容易的方式来做解释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色类学呢，就是有讲到近取因还有具有缘，所以呢，就是能够直接升起菩提心的这个近取因呢，它就是菩提心的心所依。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呢，就是下一刹那呢，它在第2刹那能够转为菩提心的这个了知呢，那这个了知就是菩提心的心所依。那我们就用刚刚的例子来讲好了，就讲到说呢，就是加行道是第一法呢，它的这个等至呢，就是具等至定的这个补特伽罗，它是能够升起见道的身所依。那它的心所依是如何呢？心所依就是它心绪之中呢，就是加行道是第一法的这个等至的智慧呢，那就是见道的心所依。那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身所依的缘故呢，那因为通常都是身所依和心所依会一起做讲述的，所以在这边呢，就把身所依还有心所依呢一起做解释。那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后在学习现观的时候呢，就是会一直出现身所依以及心所依，所以在这边呢就先跟大家做讲述。那以后呢，大家在见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就不会这么的陌生。那接下来第3个跟第4个呢，就讲到说苦地和极地。那在一切有部里面呢，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一切有部呢，它的苦地和极地呢是同义的。那这个跟上部中呢所承许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上部中承许苦地和极地是不同的东西嘛，但是在一切有部呢，就是苦地和极地两者呢是同义的。那一切有部呢，就是它承许就是第3个苦地。
第4个极地，还有第12个呢，我们讲的有漏呢，就是这3者呢，以一切有部来说呢，这3个呢是同意的，所以这个也是一切有部呢它不共的一个程序。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苦地、其地有漏同意的呢，那这个是一切有部程序的方式。那以其他部中来说的话呢，以上部中来说的话呢，就是他们程序呢，只要是极地呢，一定要是苦地。但是是苦地呢，不一定要是极地。就像是呢，以我们有漏的运体来说，那有漏的运体呢，它是苦地，但并不会是极地。因为呢，只要是极地的话呢，它一定要是了知。所以大乘中医师呢，他们程序呢，只要是极地的话呢，就一定要是苦地；是苦地呢，不一定要是极地。那极地呢，就是又分为业和烦恼。那我们知道说呢，业呢就是分为就是善业、恶业等等。那烦恼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心绪里面的这些烦恼。所以呢，以大乘的中医来说呢，就是凡是极地呢，一定会是苦地；是苦地呢，不一定要是极地。那以现在一切有部的讲法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苦极恶地呢是同义。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佛圣者。那佛圣者呢，就如同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就是为什么一切有部呢要把佛圣者特别拿出来做讲述呢？因为他们所承许呢，就是佛圣者呢，并不是佛。因为呢，佛呢，他就是要讲到说，佛心绪里面这个无学道的这个功德，佛陀心绪里面的这个道地呢，才称之为是佛。所以呢，特别呢会把就是佛圣者，就是一切有部的佛圣者拿出来做解释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所承许的佛呢，并不是承许说这个普特伽罗，而是承许呢他心绪里面的这个功德的缘故呢，所以一切有部呢会说佛圣者呢不会佛，就是不是佛呢有这种的承许方式。那为什么会说就是一切有部他要承许说佛圣者呢不是佛呢？因为在一切有部的论点里面呢，他要讲到说，就是凡是非道地的有为法呢，都是有漏。那只要是有漏法呢，那它就要是所断。那既然是所断的话呢，它就不会是佛。所以呢，既然要说非道地的有为法呢，都是有漏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当然包括佛陀的这个普特伽罗呢，因为它本身，因为假如说非道地嘛，那假如说既然是道地，它就要是一个了知，所以佛圣者呢，他自然而然呢就没有办法成为佛，因为它是一个所断的缘故，因为它并非是道地。那接下来呢，从第6个开始呢，就是讲述到就是断除烦恼的这个会有什么方式的断除烦恼。那在解释第6个之前呢，我们就先看到第7个断所证而断除，以及呢以世间道而断除，第8个以世间道第7个断所证而断除，第9个以无漏道而断除，还有第10个呢以出世间道而断除呢。那这3个呢是同意的，就是7、9、10这3个呢是同意的。第8个还有第11个呢，就是以世间道而断除，还有以出境向道而断除呢。那这2个呢是同意的。那我们先看到第6个呢，就是离贪欲而断除。那这边最主要所讲述的呢，都是一切有部呢，它断除烦恼的这些方式。那第6个呢，就是以贪欲而断除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讲到说，比如说贪着平直的这种贪好了，当我们能够断除了贪着平直这个贪着的时候呢，那一切有部会说它也断除了平直。为什么断除了平直呢？因为支持平直的这个烦恼断除的缘故呢，所以平直呢它也一同的断除。所以这个呢以离贪欲而断除呢，说当我们贪着平直的时候呢，当我们断除了贪心的时候呢，那平直它同样也断除。为什么呢？因为贪着平直的这个贪断除的缘故。那这种承许的方式呢，也是一切有部呢它不共的，就是缘彼的烦恼断除的时候呢，然后同时也断除彼。那这种承许方式呢，就是也是一切有部呢它不共的承许方式，因为这个无论是唯识中或是上部中呢都不会承许的。因为呢，我们会有缘着就是三宝的烦恼。那我们断除了缘着三宝的烦恼的时候呢，要说断除三宝呢，这在上部中是完全不会承许的。或者说呢，我们有缘着上师而升起的烦恼，那我断除烦恼之后呢，就连上师一起断除，这个呢对上部中来说是完全不会承许的。所以缘彼烦恼
远比烦恼断除之后呢，而断除彼的这一种离贪欲而断除的这个方式呢，这种承许方式是只有一切有部才承许的。不过呢，就是一切有部的这种承许方式呢，就是比较复杂，而且会有很多的，就是过失产生。就变成说，学生呢要断除老师，老师呢要断除学生，父母呢要断除孩子，孩子呢要断除父母，乃至于说呢，你证得阿罗汉的时候呢，你就连佛法僧呢全部都要跟着断除。所以这就是以一切有部呢来做承许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像如果说在辩论场里面呢，你是要以一切有部的这个观点来做立中的时候呢，那就会产生这样非常多这种很难回答的这种状况。那就是以一切有部呢，就是离贪欲而断除呢，就想要说远比烦恼除之后呢，然后连同彼断除的这种程序呢，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讲述的这种故事之外呢，那同样呢，在讲述到说就是透有这种程序方式的时候呢，就变成说就是所断呢，还有所证呢，就是两者呢会同时在心绪之中成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阿罗汉的时候，那阿罗汉呢，他已经断除了烦恼障，但是呢，阿罗汉呢，他的心绪里面呢，还是有非具烦恼之障嘛。因为就是小乘的阿罗汉呢，他断除了烦恼，但是呢，他心绪里面呢，还是有非具烦恼之障。那有非具烦恼之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沿着非具烦恼之障的这个了知。那沿着非具烦恼之障的这个了知呢，就是他在沿着非具烦恼之障的同时呢，就是一方面呢要说他在断除非具烦恼之障，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说他心绪里面呢有非具烦恼之障，就变成说这两个呢同时都是就是断除非具烦恼之障跟不断除非具烦恼之障呢，同时呢在他的心绪里面存在，所以就会产生这样子的过失。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所讲的，就是第7个呢，断属正而断除，还有第9个呢，无漏道而断除，还有第10个呢，就是以出世间道而断除呢。那这三者呢是同意的。那为什么是说这三者是同意呢？因为在讲到说，就是以断所正而断除，还有以无漏道而断除，或者说以出世间道而断除的方式呢，就是烦恼和烦恼的种子呢一起断除。所以烦恼和烦恼的种子一起断除的缘故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它的种子和烦恼和其种子一同断除。那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唯有透过就是无漏道，或者说呢出世间道去断除之外呢，没有其他断除的方法。那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因为它一定要由就是无间道去断除的缘故呢，所以叫做离所证而断除。那为什么会讲到说，就是以断所证而断除，还有以无漏道而断除，还有以世间道而断除呢，会是同意的呢？它同意的原因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它是要烦恼和烦恼的种子呢一同去断除。那你要断除烦恼和烦恼种子一起断除的话呢，你唯有透过无间道才能够断除。那无间道呢，为什么称之为叫做无漏道呢？因为它是有漏和无漏里面的无漏。那同样呢，它是世间还有出世间里面的出世间。那为什么说它是无漏道还有出世间道呢？因为最主要呢，它是在圣者和凡夫的心绪里面呢，它是圣者的心绪才有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出世间道以及无漏道。因为凡夫心绪里面呢，不会有所谓的出世间道，也不会有无漏道，所以呢，把它称之为叫做无漏道还有出世间道。那同样呢，也把它叫做断所证而断除。那最主要呢，断所证而断除的方式呢，就是透有无间道去断除。那也因为透有无间道呢，它才能够把烦恼和烦恼的种子呢一同去做断除。那就是除了刚所讲述的，就是第7个、第9个、第10个之外呢，那还有就是下面的，就是以对治力而断除。所谓的对治力呢，就是以无漏的无间道去做对治力而断除呢。所以第14个以对治力而断除，还有就是第7个、第9个、第10个呢，这4个呢是同意的。
那为什么呢？在这边会是其实同时呢讲述这么多的这个断除的方式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在一切有部呢，它有讲到就是断所剩而断除。那虽然说一切有部它是用断所剩而断除这个词，但是同样的这个意思呢，在上部中，就是说我们看到县官也好，或是中官也好呢，它就是用就是以无漏道而断除，或是以出世间道而断除。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能够了解这些是同义之后呢，那接下来在阅读像是县官也好，或是中官也好呢，当它出现到以出世间道而断除，或者说以无漏道而断除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它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就是烦恼和烦恼的种子呢一起断除的方式。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第8个还有第11个呢，这2个呢是同义的，就是一般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以世间道而断除，那这个应该在广论里面呢也会提到，就是说以世间道而断除。那像在县官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在讲到像是净律圣摩他的时候呢，就会用到以出尽相道而断除。那这边就来解释到说，就是一般我们在讲到世间，为什么会用世间跟出世间？一般我们讲的世间人指的就是指凡夫嘛，那出世间的人指的就是指圣者。但是呢，在这边讲到说以世间道而断除的意思呢，就讲到说是以出尽相道而断除。那什么叫做出相？什么叫做尽相？那一般我们在讲尽相的时候呢，尽指的是功德，那出呢指的是过失。那为什么说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以出尽相道而断除和以世间道而断除呢，它是同义的。那我们讲到说就是尽相呢指的是功德，那出相呢指的就是过失。那最主要呢就是观察过失还有功德呢，然后而做断除。那是怎样的修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到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欲界的人，那我呢就是透由观察欲界的过失，就是我想要投身到上界天，比如说我们知道3界嘛，就是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呢我现在是欲界的人，那我想要投身到上界天，那我以欲界来说呢，它的上一界呢就是色界天，那就是色界里面的初禅天。那所以呢我这个时候所要看的过失呢，我就是看欲界的过失，然后呢去看初禅天的功德。那如何去看这个过失和功德呢？那我就先看欲界的过失。那欲界的过失呢，就是欲界和初禅天人比起来呢，就是他的寿命短，然后呢疾病多，然后呢烦恼也多，然后呢和欲界天比起来呢，初禅天呢它就是长寿无病，然后相对于欲界呢，它的烦恼来得少。所以透由这样子观察过失以及功德的这种方式呢，那透由这样观察久了之后呢，就会升起一种就是我想要断除欲界的这种烦恼，然后呢我想要投身到就是初禅天去，然后透由这种方式呢来断除欲界的这种烦恼。所以这种叫做以出尽相道而断除，就是观察过失以及功德呢，然后来做断除。所以呢我们这边讲到说以世间道而断除，还有以出尽相道而断除呢，它是一样的。那出呢指的就是指烦恼，然后尽呢指的就是指功德。所以这边出尽相呢并不是指粗分或者是细分，它这边指的出尽相指的呢就是功德以及过失。然后虽然说它的名字呢就是出呢是跟我们讲说粗分的那个出呢是同一个字，那藏文也是同一个字，但它并不是指说粗细的这个意思，它是指功德和过失。但是呢就是以出尽相道而去做断除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去观察诸法的实相，就是它并不是透由无漏的无间道去断除的。因为呢你要用无漏的无间道去做断除的时候呢，你要先了解，你心绪之中呢要先升起正德无我的这个智慧之后呢，你才有办法透由无漏的无间道去断除。但是这种透由就是观察过失，就是观察下界的过失和观察上界功德的这种方式去断除烦恼呢？为什么叫做以世间道而断除呢？因为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在凡夫心绪里面也是有的，它不一定要是圣者，就是凡夫他也能够透由这种方式呢而断除烦恼，所以呢，这个也称之为叫做以世间道而断除。那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就是其实呢，就是应该在汉系的这些典籍里面呢也会有提到，或者说呢就是
一般的就是在讲述说断除烦恼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我想要为了要投身到色界天去呢，所以要断除呢欲界的烦恼，然后或者是我要投身到无色界天去呢，所以要断除色界天的烦恼，或者说呢，我想要投身到有顶天去的时候呢，那我就要断除呢，就是无所有天以下呢所有的这些烦恼。那这种断除的方式呢，就是不要说是就是尚未入道的这些，就是资粮道或是尚未圣道的这些资粮道、加行道的这些凡夫，乃至于呢，就是外道徒也是有的。因为外道呢，他们也在修习禅定，这种方式呢，就是透由禅定呢，然后来断除就是下界天的这种烦恼的方式呢，就叫做以出境上道而断除，或者说呢，以世间道而断除。就是因为说，他无论说像是内道的凡夫也好，或者说乃至于像是外道呢，他们心绪之中都能够升起这种断除烦恼的这个世间道的缘故呢，所以叫做以世间道而断除。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讲到说，就是透由这个以出境上道而断除呢，就是我们在断除用这种世间道断除的时候呢，就是观察下界天的下界的过失，然后以及上界的功德呢，而去断除下界的烦恼。那这个呢都没有问题，但是唯一会有问题的呢，就跟我们讲到说有顶天，因为有顶天呢，它是三界里面呢最高的一层天。那无论说呢，我们在无所有天以下呢，都是可以透由这种方式呢断除就是下界的烦恼，因为它最主要是观察上界的功德嘛。但是到有顶天的时候呢，有顶天它就没有以出境上道而断除烦恼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天了，它是最上面的一层天的缘故，它上面没有其他天的缘故，它无法再观察上界天的功德。那无法观察上界天功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无法由出境上道的方式呢去断除就是有顶天的这个烦恼。所以呢，在有顶天以下呢，都是可以透由以出境上道而断除烦恼的方式呢，就是去断除下界的这个烦恼。但是到了有顶天的时候呢，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断除了。那虽然说呢，就是上述讲了这么多，就是不同的这种断除烦恼的这个名相，但是实际上呢，收摄起来呢，就是可以收摄为三种。那第一个呢，就是以离贪欲而断除，那这个呢就是比较特别的断除的方式，就像刚刚所讲述到的，它是一切有部呢它不共的这种断除的方式。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以断所生而断除也好，或者说呢以无漏道而断除也好，或是第10个以出世间道断除也好，或是以对治力而断除也好呢，这4个呢是同意的。反正总之呢讲就是透由无漏道呢去断除。那还有第3种断除的方式呢，就是以世间道而断除也好，或者说以出境上道而断除也好，这2种呢是同意的，所以收摄起来呢可以收为三种的断除方式。那如果说呢，就是我们除了刚刚所讲到的，就是第7个、第9个、第10个、第14个是同意的之外呢，那就加上说平常在辩论场里面呢常常会用到的呢，那就是刚刚我们所讲述到的这个词，就是和种子一同断除。就是说以无漏道而断除呢，它同样就是和具烦恼一同断除呢，也是同意的。那还有呢，再加上一个就是以无间道而断除。那所以呢，就是断所生而断除，还有以无漏道而断除，以出世间道而断除，以对治力而断除，还有和烦恼的种子一同断除，以及呢以无间道而断除呢，这6个呢都是同意的。那在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这6个词呢就是会替换的使用。所以这几个词呢，就是无论说我们平常就是看经典也好，或者说呢在听经的时候也好，去闻法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去辩论场的时候也好呢，那总之呢就是以无漏道的方式而断除呢，就是不会超出这6种的，就是这6种呢就是完全能够把它包含在里面的。那刚讲到说呢，就是这6个同义词里面呢，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断所生而断除呢，就是以断所生而断除的这个词呢，就是除了就是一切有部还有经部中之外呢，那像是唯识中或是中观中呢是不会用到这个词的。
但是其他几个呢是会用到的，就是以无漏道而断除，以出世间道而断除，以对势力而断除，或者说种子一同断除，或者说呢以无间道而断除呢，这些是上部中会用到的词。但是呢，以断所生而断除这个词呢，就是除了一切有部和经破中之外呢，就是上部中呢并不会用这个名相。那所以呢，就是以上部中，像是唯识中或是中观中来说也好，虽然说它不用就是断所生而断除这个词，但是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其实上部中也是同意的，因为呢，就是连同种子烦恼的种子一同断除的呢，就是断所生而断除的意思。虽然说它不用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呢，他们是承许的。那第六个呢，就是离贪欲而断除呢。那这个呢，就是以唯识中还有中观中来说呢，就是除不会用这个词之外呢，同样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上部中也不承许的。因为就像刚所讲到的，缘比烦恼断除之后呢，彼也一同断除，这个上部中是不承许的。所以第六个呢，就是离贪欲而断，它是一切有部不共的一个所用的这个名词之外呢，那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连上部中呢也不承许。那接下来呢，第12个有漏。那有漏呢，刚才就已经解释过了，就是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就是苦地、极地、有漏呢都是同意的。那同样呢，就是承许说苦地、极地、有漏呢是同意的呢，也只有一切有部，其他部派呢也不会承许说就是有漏呢，它跟就是苦地呢是同意的，或者说它跟极地是同意的，也不会这样子承许。那就像刚刚所举例到的呢，就是上部中呢，它承许到就是我们这个有漏的这个运体呢，有漏的运体呢，它是有漏的，但是呢，它并不是极地。为什么不是极地呢？因为上部中承许呢，只要是极地的话呢，它一定要是了知的体性。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无漏。那无漏呢，又可以分为就是有为的无漏，还有无为的无漏。那有为的无漏呢，就是我们所讲的道地，只要是道地的话呢，它就是无漏，而且呢是无为法，而且是有为法。所以呢，有为的无漏呢，就是只说道地。那无为的无漏呢，就是我们所指的灭地。那无论说是觉者灭也好，或是非觉者灭也好呢，那都是无漏。那觉者灭跟非觉者灭呢，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在讲述就是中义的时候呢，就有提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第15个经，还有第17个佛语呢，就是这两个呢是同义的，就是佛语呢，还有我们所讲的经，就是一般我们讲说经和论嘛，有经还有论，那经还有佛语呢，两者是同义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像是大乘的经藏。那大乘的经藏呢，它所指的呢，就是指说大乘的这些论点呢，把它称之为是大乘的经藏。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经藏呢，它可以分为大乘的经藏，还有小乘的经藏。那大乘经藏呢，就指说大乘的这些论点；那小乘的经藏呢，就是指小乘的论点。那至于说大乘的经藏是大乘的经藏还是小乘的经藏呢？它并不是以所权的内容呢来做区分，它最主要呢是对于说所讲述的对象。如果说这部经它所讲述的所化机呢是大乘行者的话呢，那这部经就是属于大乘经藏。那它讲述的对象呢，如果是小乘的这些所化机的话呢，它的所化机如果是小乘行者的话呢，那它就是小乘的经藏。所以它并不是以内容做区分，而是以它的所化机来做区分。所以大乘经藏、小乘经藏呢，它并不是说它这个所权的内容呢，有讲到说大乘呢所修的法，或者说它所讲述内容呢是小乘所修的法呢，把它分为大乘经藏或是小乘经藏，并不是这样去做分类的，而主要是以它的所化机，就是听闻的这些古特伽罗呢，听闻众如果是大乘所化机的话呢，它就是大乘经藏；那所听闻的这些行者是小乘的行者的话呢，它就是小乘经藏。
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分大乘经藏还有小乘经藏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讲法者他本身呢是大乘行者，所以他讲的呢就是大乘经藏。那讲法者呢，他本身是小乘行者呢，他所讲的呢就是小乘经藏，并不是这样子的。大乘经藏跟小乘经藏最主要的分类呢，是以它的所化机呢来做区分。所以说，这边特别要解释，就是讲说，就是我们在讲到大乘经藏的时候呢，不要以这个讲法者呢来做区别，因为像我们一般呢在理解的时候呢，比如说小明的书的时候，在讲到说小明的书，那小明的书呢，我们有两种理解的方式嘛，一个是这本书的主人呢是小明，就是小明他去花钱买的书，所以这个书呢叫做小明的书。或者是呢，这本书呢，它的著作者呢是小明，是小明写的书的缘故呢，所以叫做小明的书。但是呢，我们在讲到大乘经藏或者大乘的经藏的时候呢，它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它是以它的所化机呢是谁而去理解的。所以就如同说呢，我买到奥巴马的书，并不是说这本书的主人是奥巴马，而是说这本书呢是奥巴马写的，所以我会讲到说，就是一般口语会讲说，我买到奥巴马的书嘛。所以这个呢，指的是说写书的这个人呢是奥巴马，就是奥巴马他去著作这本书。但是大乘经藏呢，大乘的经藏并不是说写的这个人呢是大乘者，或者说的这个人呢是大乘的行者，所以他写出来的书叫做大乘的经藏，并不是这种方式去做理解的。所以就说这两点呢不要搞混了。那最后呢，就是剩下了义经和不了义经。那了义经和不了义经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那像是以一切有部，或者说呢唯识宗，还有秩序派呢，他们在解释了义经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能够如言取义的这个经典呢，叫做了义经；那不能够如言取义的这个经典呢，叫做不了义经。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应成派所承许的就是不了义经呢，就是讲到说它所显示的呢是世俗的这些呢，称之为是不了义经。那它所显示的呢，如果是空性的话呢，那这个经呢就是了义经。所以应成派呢，它所承许了义跟不了义呢，就是它所权的内容呢，如果是世俗的法类的话呢，它就是不了义经；它所权的内容如果是空性的话呢，那就是了义经。所以了义跟不了义呢，它要么就是从世俗谛或者说空性呢来做来诠释，或者说呢，它能够如言取义的话呢，叫做了义经；或是不能够如言取义的话呢，就叫做不了义经。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那人接就回复到说呢，就是如何把这个三转法轮呢，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呢？就是如何学习呢？你会觉得比较容易呢？就是一开始呢，你先不要去，就是各派呢去做比较。如果呢，你现在是学一切有部的时候呢，你就从一切有部的方式来了解到说，一切有部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是什么意思？那它的初转法轮是了义或是不了义的，那二转三转又是了义或不了义。你先了解了一切有部，然后再了解经部，再了解唯识，就是一派一派的呢去做了解，不要一开始呢就去管说初转法轮呢，然后一切有部呢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经部呢是了义不了义，那这样当然会搞混。就是你一开始先从一个部派的见解来做学习，那这个部派见解都了解之后呢，再去学另外一个部派的，不要一次呢就把所有的部派呢全部都混在一起，那这样当然会觉得很复杂。但是你一开始呢就先以一个部派的这个宗义呢作为基础来做学习的话呢，那你每一个部派的都了解之后呢，那之后你看到经典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一派他会说这个是了义，那为什么哪一派又说这个是不了义，你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容易去理解。那这边就是还有几个问题，就是就是如果说就是这边要想请问仁波切，就是也有非烦恼的极地，像是骂人的言辞。那仁波切说呢，这个呢，它并不是所谓的骂人的这个言辞呢，它并不是极地，它并不是极地。就我们一般在讲极的时候呢，就是以极的这个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苦之因为极嘛，就是苦它能够
能够成为苦是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有集的缘故，它才能够有苦。但是呢，这只要是就是透由就是名字去做一个解释之外，但是实际上呢，在解释集的时候呢，会把集呢就是说它到集呢，它就是了知。就是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所证是什么？断所证的断呢又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看到第7个，就是断所证而断除。那就是这边就是请问仁波切以后呢，就是它这个断呢，应该不能说做所证，就它的词呢是上的是同一个词，但是这边所指的这个所证呢，并不是讲所证，它是指说得。那什么叫做得呢？得是这个是一切有部呢，它不共承许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得呢，它是心不相应行法。那就是我们讲到说，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来讲说，就是我们讲到无常的时候，那只要有无常的时候呢，无常的生住灭呢，它会同时存在的嘛。就是如同烦恼一样呢，只要烦恼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烦恼的这个得。所以烦恼它就是和烦恼存在在一起的某一样事物，它烦恼存在一起的这个事物呢，把它称之为得。所以这个应该叫做断得的所断。断得的所断。所以我们讲到说得要断除得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就是你要断除烦恼的种子一起断除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断掉这个得。所以第7个呢，应该要改成断得的所断。得是得到的得，所以第7个大家可以改成断得的所断。所以它主要是要断掉那个得。那得的意思就是它的体系呢是心不相应行法。那它是和烦恼在一起的，只要有烦恼的话呢，就是和烦恼在一起的一个事物，那它的体性呢是心不相应行法，所以这个叫做得。所以第7个改成断得的所断，断得断除。那这边就想问说，就是佛陀本身是大乘吗？佛陀本身是中观秩序派吗？或者说中观应成派？那这个呢，其实在以四部中医学习的时候呢，他会问说你是以哪一派来看的？那如果说是以一切有部来看的话呢，那他会说一切有部他不承许佛陀是大乘嘛，因为他已经承许说大乘非佛说了，所以他本身不会承许佛陀是大乘。那佛陀是中观秩序派或是应成派嘛？当然也不会是，因为以一切有部来说呢，他认为最好的见解、最殊胜的见解就是一切有部的见解。那佛陀当然是一切有部的，所以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问说，就是你是从哪一个部派的角度呢来问问题，而不是从一个一般的这种方式来问的话呢，那就比较没有办法回答的那么精确。因为呢，就是为什么要从各个部派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就讲说，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他会认为应成派呢，它是落在断边。为什么？因为一切有部它承许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诸法都是自相成立，但是你应成派承许呢，诸法是自性不成立，诸法自相不成立，所以以一切有部的角度来看呢，他会认为应成派呢，它是断边，他所持的见解是断边的见解。再加上呢，就是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他也不承许就是法无我，但是应成派呢又承许有法无我，所以他会认为应成派的见解呢，并不是究竟的见解。那就是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觉得了义经呢比不了义经呢更殊胜。那在一切有部呢也是这样子的嘛？那仁切回答说，那当然是，因为呢在讲到说了义跟不了义的时候呢，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能够如言取义的话呢，那当然是最殊胜的嘛。它比你这个不能够如言取义，还要从中去做解释的这个不了义经比起来呢，了义经呢当然是比较殊胜的。那应成派了义经比不了义经殊胜的原因是因为说它的所权的呢是空性的内容，所以比不了义经呢所权是世俗法类的这些经典呢所比起来的话，它又是较为殊胜。所以呢，就是了义经和不了义经比起来呢，都是了义经呢较为殊胜。
就像我们一般在讲话的时候呢，一个人他讲话呢，一讲呢，你就能够直接清楚；跟一个人讲话呢，就是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时候，你当然是会觉得说，直接讲话讲清楚的那个比较好嘛。那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仁波切，就是修道行者呢，他们心绪里面呢也有就是修出境上道的，也有这个出境上道。那请问修道是有漏的吗？那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呢，就是修道行者的心绪呢，虽然说他也有修出境上的道，但是呢，他心绪里面修出境上的这个道呢，并不是无漏的，因为这个道呢是有漏的。那就是呢，我们今天已经把所有就是一切有部呢，就是会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用到的这些名相呢，基本都解释完了。那大家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可以多思考这些名相的内容，然后呢，配合着就是课本的内容呢，就是可以先稍微做一个预习。那应该就是大部分的内容呢都已经收摄在里面。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就是对于这些名词都熟悉之后呢，那下一堂课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一切有部呢，就是剩下的内容呢，应该是可以把它解释完。那在解释的时候呢，那大家应该也会更容易的理解。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最主要呢，就是讲述到这个名相的这个解释。那就一开始呢，就要说讲到身所依，那提到身所依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解释到心所依，来解释到说这边所讲到的身所依呢，跟我们在现观以及之后呢会讲述到就是身所依的内容呢是不同的。然后接下来又讲到说，就是在一切有部呢，他讲到说就是第三个苦地、第四个极地，还有第12个有漏呢是同意的。然后第5个呢就解释到了就是佛圣者呢不是佛的原因，一切有部佛圣者不是佛的原因。那第6个呢到第11个还有第14个呢，最主要讲到说就是断除烦恼的方式。那主要呢就可以分为就是第6个呢就是离贪欲而断除，那这种方式呢是一切有部它所不共承许的断除方式。那第7个就是断德而断除，还有呢无漏道而断除，第9个无漏道而断除，以第10个以出世道而断除，还有第14个以对治力而断除呢，那这几个呢都是同意的。那第8个呢还有第11个呢，那以世间道而断除，还有以出世上道而断除呢，那这2个呢是同意的。那第13个呢，那有漏呢就像刚刚所讲述的跟第极地是同意。那第13个无漏呢，那无漏就讲到说分为有为还有无为的无漏。那有为的无漏呢指的就是道地，那无为的无漏呢指的就是觉舍灭和非觉舍灭。那经呢还有第15个还有第17个呢，就是经和佛语呢2个是同意的。那特别讲述的就是大乘经藏呢，它最主要是以所化机来说，而不是说它所前的内容是大乘的所修，或者说他讲述者呢是大乘，并不是以这个方式来做解释。那还有第18跟第19个就是了不了义经的分类方式。那以一切有部还有唯识还有就是秩序派呢，他是承许说能够如言取义的呢是了义经，然后不能够如言取义的呢就是不了义经。那以应成派来说呢，不了义经呢就是他的所权呢是世俗法类的呢是不了义经，他的所权呢是空性的呢就是了义经。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所讲述内容的一个收摄。